拳背劍咧，基本上係個基本動作嚟嘅，佢係將你訓練到你個靈敏性嘅協調啦，左右換手嘅靈敏度啦，咁喺個銜接其他嘅招式裏面咧係好有作用嘅。蛟龍翻江咧，呢招就係其實喺個視覺上有一個豐富嘅爆炸性，但係佢其實喺用途方面咧係一個擾敵嘅作用嘅，咁將敵人咧喺迷亂之中，我哋再繼而駁招去進攻敵人。白蛇吐信咧係雙截棍入邊實戰入邊直接攻擊嘅一個招數嚟嘅，佢係用一個最細範圍去最直接咁攻擊到一個對手嘅，都係基本功之一嚟嘅。翻江倒海係雙截棍入邊一個比較中級嘅複雜少少嘅武化招式嚟嘅，入邊有蘊含咗一個攻防嘅動作啦，亦都係一個大範圍嘅防禦或者攻擊嘅動作嚟嘅。